大家好，我係 YY，今次跟周遊假期去東莞2日遊，住全新裝修嘅酒店，有4大嘅自助餐，係一個純玩團，冇購物，冇聽書，但係團費只係199蚊。8點半羅湖集合，9點半深圳灣，人齊就出發啦喂！瞓個靚覺，話咁快就到咗第一站善慧元素食館，終於唔係去掃拍，環境清幽闊落。時間尚早，今日我哋係第一團，而家店員先陸陸續續攞啲菜式出嚟，呢啲係前菜同冷盤，熱葷加粉麵飯有成20款。仲有蒸包類同糕點，有多款煎炸小食、甜品、水果。湯類有冬瓜湯、靈芝湯、南瓜羹，糖水有銀耳羹、酒釀丸子，同埋好少見嘅擂茶。如果唔夠飽，仲可以淥啲粉麵同埋菜。而飲品方面包括石榴汁、火龍果汁、手打檸檬茶、粟米汁、熱嘅花茶同埋豆漿。個人認為呢度嘅款式唔夠素派多，但係菜式比較少有，好似健康啲。兩間都各有千秋。10分鐘路程就返到今晚入住嘅匯華國際酒店，佢喺上年2025年全新裝修，房間以淺綠色系為主，每張床都有6尺乘7尺，即係你想點碌都得啊。浴室都乾淨企理，有齊風筒同埋梳洗物品。而酒店對面就係匯悅城，有齊餐廳、購物商店同埋超級市場，附近亦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可以俾你夜晚食宵夜。如果想去再大型啲嘅購物商場 shopping， 可以過對面再向左手邊行10分鐘就到長隆天地廣場。憑呢張卡去食海鮮自助餐，供應時間係晚上6點至8點。呢度感覺有啲似一個飯堂。最受歡迎就係呢檔即煎即食，有煎豬扒、牛扒同埋好多款魚。海鮮自助餐當然唔少得蝦、青口、蜆同埋螺，亦有多款刺身、三文魚、吞拿魚、希靈魚同八爪魚。中湯代表有蟲草花燉雞湯，西湯有南瓜湯。熱盤有豬手、牛柏葉、炒麵、炒飯、番薯、炸魚蛋角、炒蜆、蒜香骨、豬頸肉、燒鴨、菇菌、咕嚕肉、炒蟹、龍蝦仔、聖子、薑蓉雞、菜心，仲有一啲丸類同埋炸物。呢邊仲有冷盤、壽司，有白粥、糖水、色彩繽紛嘅甜品、蛋糕、牛角包、冬甩。另外仲有一個蛋糕櫃，我覺得最過癮嘅就係呢個士多啤梨造型同埋鮑魚嘅慕斯蛋糕，梗係唔少得雪糕同埋生果啦。飲品方面有果汁茶飲、汽水、啤酒、鮮奶，仲有咖啡機、紅茶。最驚喜嘅係有紅酒任飲，呢個團仲送咗20分鐘免費沐足，鋪頭就喺對面嘅商場。另外都提供30分鐘嘅免費桌球，不過嫌烏煙瘴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去啊！早晨啊各位，嚟到第2朝嘅早餐，亦都係呢個團嘅第3餐自助餐。早餐嘅食物種類都算多，最基本嘅都有，而飲品就有咖啡同埋鮮奶。12點退房，等埋接駁車12點8出發，只係10分鐘路程就到咗今日午餐嘅海鮮酒家。可能今日星期一，我哋包場啊，淨係得我哋4圍台咋。嚟到最後一餐自助餐，咦，乜唔係自助形式出去攞嘅？我數過有20款啊，每款都裝到大大碟放喺台，包你一定飽啊，係一定飽。由左至右上至下，我哋睇下有咩食，有燒賣、蝦餃、芋頭糕、馬拉糕、鳳爪、煎韭菜餃、豬紅排骨、豬肉丸、炒河、皮蛋碎、粥配油炸鬼、炸雲吞、馬蹄糕、桂花糕、生煎包、蛋撻、水餃、蘿蔔同埋菜心。呢個團都好貼心，食飽飽就帶你去麥上花公園賞花。今日天氣好好啊，影出嚟啲相都特別靚。呢期最多人影就係呢隻藍花丹，又名藍雪花，佢個樣好似迷你嘅小繡球花。話咁快嘅2日1夜團又圓滿結束啦。嚟到快閃總結，呢個團費199蚊，導遊費每日80蚊，總數就係359蚊。
加咗4餐自助餐，最驚喜亦最推薦嘅就係點心宴，款式比想象中多，大部分都好滋味，食得出係用心製作。另一樣值得讚嘅就係酒店周邊環境非常方便，行街、唱 K、食宵夜、按摩一應俱全。酒店房間亦好乾淨，住得非常舒服。講真，全程包4餐任食，仲要係全新裝修嘅酒店，包20分鐘沒租。玩咗2日400蚊都唔使，已經算係超額完成。如果想勁食氣玩2日，呢個團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啊，拜拜。